港車北上政策和粵車南下政策有什麼區別？申請條件與流程。港居北上政策申請條件：申請人須為持有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的香港居民，且須持有香港及內地的駕駛執照。車輛須為香港登記註冊的私家車。申請流程：通過線上平台辦理申請，提交相關材料，經審核通過後獲得許可證。粵居南下政策申請條件：廣東省機動車所有人須向香港機場管理局提交大橋珠海口岸入出大橋香港口岸自動化停車場的預約申請，並提交相應的申請資料。車輛須為廣東省內登記註冊的車輛。申請流程：具體流程可能包括提交申請、審核材料、預約通行時間等步驟。具體細節須根據廣東省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最新政策文件確定。仲想了解更多北上政策就關注我吧。